今仔日我去药房买药仔。我昨去的时阵伫路上就真紧张，因为药房会叫我报号码、报电话号码。我想讲用台语讲因为我若伫学会用文音去讲报电话号码的时阵，迄影片内底老师拢有讲你会使找机会讲出来。例如譬如讲买物件的时阵，所以我想讲这是我练习的足好的机会。我就请阮同事带东港迄个，伊甲我录一个音，就是一心二性三多四维五福六合六合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我就去练路上昨是落雨，今仔日昨落雨跳啊避过，今仔日就一定爱买嘛，药仔拢用了所以我就去药房，我就路上拢备好阁袂放心阁摕手机手机内底有写电话号码，想讲安尼看一边看一边讲，较袂出错。结果就是共一个店员伊就可能听无，伊就讲你会使讲中文无？我迄时阵就雄阁生气，我就报较足大声，我阁甲伊教示讲你每摆拢安尼，我顶遍来你嘛是安尼，安尼我足无爱来恁遮买物件。其实想想的，毋知影为何，就是讲伫学习的过程中拢会拄着即种，就是表现无啥好，就有发生一寡冲突。但是我嘛会囥伫心肝内，嘛会生气。其实生气嘛不要紧因为比讲甲这委屈囥伫心肝底遐郁牢咧是，其实生气嘛不要紧，只要我会当阁勇敢，莫讲就开始惊，开始毋愿开喙讲台语，其实应该是安尼就会当我坐我隔壁的同事伊就是我感觉伊虽然讲伊相信科学，但是咧，伊其实已经看穿，伊一定看着这一切其实拢是假的，所以伊定定会讲这无重要。譬如讲，我讲台湾国的人讲台语讲嘛真普通嘛讲无迄台湾腔的腔口。阮同事就会讲这无重要，所以我感觉伊其实伊的灵魂一定看着这一切其实拢是假的，拢是虚的，所以重要的代志甲不重要的代志，伊拢分甲真明真清。但是我定定就限伫内底，就定定希望讲阮若台语讲真好，其实我讲有进步因为我表达一件代志会使一直讲，虽然讲可能音无足正的，但是讲会使无像讲拄学的人一定爱用华语来帮助嘛，爱用华语来无就毋知影要安怎刷落来。我是会当一直用台语来讲，虽然讲甲嘛真普通，所以讲我虽然有
进步，但是我嘛会甲人会去欣赏别人。若是讲台语，像伫 Clubhouse 的台语房内底，台语讲无好诶，我著欣赏讲这个人人缘好，啊无就是欣赏别人台语讲啊诚好诚顺。一直甲人欣赏，我知影这是我诶问题。毋过我有自信，较有自信。就是讲昨暗啊，阮翁啊，嘛是会伫遐 complain 讲啊，我拢讲台语，含伊讲台语，伊想讲这是伊是住伫国外迄哦，哪有听无伊语言伫边仔，伫身躯边仔，佫有听无诶语言。啊，若以早咧，我是去想着，想讲伊在甲我反对，但是我昨诶想法就讲，伊反对嘛无效啊，我就是爱讲啊，就伫学啊，就真爱讲啊。所以讲，我诶内容有提出来，就是无遐简单就着伤，较简单就家己家己家己就咧想讲，这敢有价值？家己怀疑家己。我即摆较无即种，较袂安尼，就是心较定，定落来。虽然嘛知影讲，其实我会当做诶物件、学诶物件诚济，毋过这嘛是好代志，就是讲，还袂开始学诶时阵啊，就会想讲啊，人生啊，就工课啦，工课可能嘛做甲无讲做有成就诶一个职务啊，还是讲会比别人比咧过啊，就会变讲啊，嘛会想讲啊，写小说其实嘛是共款啊，拢汉啊，做会互人因为你无去开发新诶物件，新诶你有兴趣诶，你会提出热情诶物件，安尼变讲，若拄着无顺诶，譬如讲，伫人诶相处内底，拄着无顺诶，无就是工课无顺，无就是小说无顺，我就会感觉讲啊，这世界拢无啥物好耍诶。但是我即摆有家己去学台语，台语学其实毋是会晓讲就会使。伊内底佫有讲要安怎写台罗拼音，台罗拼音以后呢，就像华语共款啊，就开始是写文章，你爱会晓写台语文。所以其实会当学诶物件诚济，佫有讲用古早话台语诶较古、较文雅诶话来讲，这拢足济诶。所以讲，其实我学台语啊，变讲我诶人生就是加一项兴趣，这兴趣佫会使拍拼足济足久诶。所以讲，我感觉这嘛是好代志，就亲像我去学赛书共款，赛书诶话就是伊内底嘛诚济物件，佫有册通好看。变讲我伫生活中嘛会使实现讲，我有去做着赛书讲诶一寡思想无？其实这就是互我诶人生，就是较丰富。但是我拢无看着这，我敢若看着讲我要做甲诚好，但是为何拢是无比别人好？但是我无想着讲，其实我会使互我诶人生较丰富。对这有兴趣，对迄有兴趣，而且有兴趣诶物件，会使甲我以早诶经验甲做伙，佫有即摆诶物件甲做伙。举一个例，我小说会当甲台语
搁甲赛书拢甲做伙。我以早其实嘛应该有一寡想法，对生理的物件嘛有兴趣，但是会感觉怪怪，讲奇怪，这因为心理科学有一寡我袂当接受的物件，后刷落来发现讲，后尾手看到讲，伫赛书内底其实就是有解决即个问题，所以我的人生是丰富的，是有兴趣的物件是变较济。我感觉我无应该去钱讲我要上好、上车呀、上优秀，我一直伫追求这我当初就是会当看破，伊就感觉讲这就无重要，我哪会一直伫追求讲台语爱讲啊真标准，爱讲啊比别人搁较好啊，爱安怎。所以其实我是无看开这一切，我毋知影讲这一切其实拢是假的，拢是虚的。真正的物件，就是我去学这物件的过程中，我有一寡真饱的感觉，就是学物件学甲真丰富。我嘛会使开发一寡台语的词啊，因为词真正形容的词是无够济，但是这嘛是我会当去拍拼。我相信讲，虽然台语我毋是自细汉就真够讲，所以讲迄腔口可能毋是第一名，但是我写伊的词啊，因为写词啊，想一寡词就是我的专长。我相信讲，我会使伫别人无注意的所在啊，其实我会当伫遐去奉献一寡物件，做出别人可能较无去做的即个部分。